来看婚姻的消息，靠乌乡公所为了好，更加侪人重视海洋废弃物的问题，邀请伫全台湾走透透的海洋工作室，用海洋的废弃物打造两面壁，主题分别是靠的特色甲渔产，有真的游客去翕相。 靠乡公所邀请伫咧全台湾行透透，专门办净滩活动的海洋工作室，伫咧靠乡清洁队木工的壁道，用海洋废弃物装塔两道壁。水产方面的话，有点像是一个领头的人，就是他是在一个筏上面，对，然后带动着下面所有的产业的感觉。两道壁拢总用2641个海洋废弃物，尤其海洋废弃物本身的变质，所以无法度回收。除了减少环境负担，嘛互风景变更加水。净滩最有名的海泳工作室，然后借由他们专业来推广我们口湖的文化。这嘛是头一摆有公家机关邀请海洋工作室来遮布置，嘛期待未来会当达到愈侪教育的意义。 生生不息，宏观视野，我是申宏。想要看体育新闻，就要赶快看华视新闻，赶快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